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哦，愿一切的荣耀、乐乐，拢归伫咱的主。咱来开嘴唱歌，来乐乐伊、敬拜伊。乐乐主。 大家敢会记哩？唔知啊，若唔知就看头前哦。所以我要邀请咱每一个人，你若是会动，你就徛起来。咱来用咱的全部，用咱的身躯，用咱的嘴，用咱的心，来专心来敬拜咱的主。你若是会动，我邀请你徛起来。然后动作也要比出来哦。一切荣耀，一切荣耀我落。 归我主我的心，一时看你不勇敢了，哈利路亚，把我多少了，都不要所谓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主，阿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
伫在梦中要学落你，我伫咧梦中要学落你，我伫梦面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过诸天。有一个 YouTuber，即摆伫网络顶面足红的人，伊叫做理科太太。伊的影片的第一句话拢是啥物？敢有人知影？无人知影。Hello，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哦 ，Hello， 大家今天过得好吗？当咱搁经过一礼拜，住一伫遮，做伙要来敬拜上帝的时阵，上帝若问你讲 ，Hello， 你即礼拜过了好无？你的回答会是啥物？可能伫你的即礼拜中间，你过了真平顺，嘛是有可能你过了真侪烦恼。上帝伊爱咱，常常爱时常喜乐，爱不住地祈祷，爱凡事感恩。所以我要请你，搁继续唱这首诗歌的时阵，你会当用感恩的心，唱出你即礼拜真平顺、真平安，过了真顺利。你嘛会当用祈祷的心来援助祈祷，交托你的烦恼伫主的面前。咱搁做伙来唱这首诗歌。我伫咧梦中要学落你，我伫梦面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我伫在梦中要学落你。我伫咧梦中要学落你，我伫梦面中要感谢你，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天，你的心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伴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过诸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心是到万世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慈爱伴过诸天。静静听。
听。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母亲认得我的声。伊是大无者，伊是大。一个人讲话，可能伫诗歌中间，伫圣经节中间，伫牧师的讲道中间，主啊，求你甲阮每一个人来讲话。阮每一个人拢想要听主你的声。你是大牧者，是阮每一个人性命的主宰。我一生只想要听叹主的声。主啊，求你甲阮每一个人讲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静静听，我要静静听，我要欢喜空听主的声。静静听，伊在静静听，我的母亲认得我的声。伊是我。会众请起立。恁着感谢耶和华，求救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伊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这是咱三甲来纪念新的诫命。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也着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
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游园徛咧，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全能稳定的天父，阮感谢你，伫你保守甲看顾的下面，阮拢会当平安来经过一礼拜。伫这圣的主日，阮众兄弟各组织伫你的殿院来学乐敬拜你。亲爱的主，阮知伫阮的生活中，加加减减会拄着困境甲苦难，有诶对阮来讲，检采无真大诶影响，总是有诶会互阮恶得承担。当阮面对生活上各种诶苦难诶时，阮感谢你，你用你诶话来激励阮，互阮明白生活中拄着艰苦诶代志，需要用信心来解决，来求你来赦免阮，常常用人诶想法，用家己有限诶思考去解决生活中诶困难，也恳求你赦免阮，伫生活中常常袂记你是全能诶天父。当阮有真济恶担当诶代志，会当全然来交托伫你。亲爱的主，阮也要为身心灵欠安，也是身躯有病痛的兄弟，向你祈求，恳求天父怜悯甲安慰，互一切因为受压迫、拄着极大苦难的，都会当得到平安。这是恳求圣神来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互阮来领受詹牧师要传讲你天而来的信息。阮安尼祈求，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62篇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62篇，嘛是腓立比书第2章。我来启兄弟来引。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相款的心志，和谐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
齐声，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父上帝。献诗，咱请妇女团契所要献的诗是，咱着对主唱歌。即是咱三个来听上帝话。今仔日圣经有2位，第一位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1章
9节到11节，腓立比书1章9节到11节。我用台语汉语版来读。第9节，搁我所求的，就是互恁的仁爱，伫智慧以及逐样的晓悟，充满又搁充满，致到恁会验出遐个较好的事，互恁宣传无脱碍，到伫基督的日。11节，用义的果子满满就是对耶稣基督有的，要互上帝得到荣光而乐。第2位的圣经节记载伫新约加勒太书3章26节到29节。26节，因为恁对信靠基督耶稣，拢做上帝的囝。因为恁既若受洗礼来入伫基督的，是捌称基督，无犹太，也是希利尼、罗卜，也是自由的查甫人、妇人人的分别。因为恁伫基督耶稣拢是一个，恁若属基督，就做阿伯拉罕的后裔，照应允来做后嗣。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去行的人。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记载伫腓立比书1章9节。大声，咱来读台语。搁有所求的，就是仁爱、伫智慧以及逐样的晓悟，充满又充满。咱搁读一遍。搁我所求的，就是互恁的仁爱，伫智慧以及逐样的晓悟，充满又搁充满。华语我们来读一次。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学乐，咱请圣歌队。圣歌队要学乐的诗歌是《着耶和华唱新歌》。
讲道，咱真欢喜，搁一遍邀请詹昌发牧师来甲咱分享上帝的信息。詹牧师今仔要分享的题目是整全的教会。咱将以下时间交予詹牧师。所以下次大家平安，真欢喜伫我牧师出国的时阵，伊邀请我来今日来遮讲道。佮特别因为有去非洲迄个乌干达吼，即个学生叫做 Moses， 是我伫台南上医的时阵真甲伊疼。佮即个学生嘛真特别的一个学生，因为乌干达本来都是伫一个狂人吼，即个人是乌干达统治者吼，杀死非常侪家己的百姓的一个人，独裁统治者吼。所以第一遍我接到讲，竟然有乌干达来学生的时阵，我是非常欢喜吼，因为对非洲来都无简单吼，特别是对乌干达来更较无简单。果然以来啊，上时迄个学校逐种的表现吼，非常的好吼。啊，更较趣味的是，伊后边甲我讲吼，叫我的名无叫我的名吼，就叫我拍拍安尼吼。我亲像伊的老爸安尼吼，我嘛真正好一个足深的感受啦吼。一个海远的人来到台湾，真正需要一个亲像老爸的人甲伊疼吼。佫无想到伫我牧师伊的贴心吼，真好安排内面吼。伊毋领有几啊位来到永福教会，我嘛知影讲永福教会伫过去的几年中间，为着非洲的教会吼，特别是迄个 Moses 即个乌干达教会，有恁真侪贴心的所做的。所以今日来，特别用整全的教会，甲大家做伙来分享。我来看即摆道，即个是都是保罗吼第二遍，咱讲旅行团队的时阵吼，伊第一遍是对讲小亚细亚吼亚洲吼，第一遍去到欧洲吼。咱不是听一句话讲马其顿的呼声吼，随上都是要讲即个。佮即个马其顿的呼声嘛，互咱知影讲，毋领是保罗甲伊的同伴吼西拉，佮嘛带伊足好的学生吼，保罗学生提摩太，佮我的研究吼，应该路加嘛伫因的中间吼，所以因去到马其顿的时阵吼，毋是两个人，是4位吼。所以保罗去到腓立比吼，这城市嘛有伊真水的历史啦吼。你看，迄是废墟啊吼，但是当时是一个非常大，像是非常水的一个城市吼。为什么叫做腓立比吼？腓立是亚历山大大帝伊的老爸的名，所以这个城市腓立比的意思就是城意思吼，所以这个是纪念腓立这个王吼所起造的一个非常水的伫希腊帝国内面足水的一个城市。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伫欧洲所设立吼第一间的教会吼。过程的中间有真侪的坎坷吼，但是这间教会嘛伫过后来建立了后吼，伫保罗久长的宣教的时间的中间吼，一直用非常强的贴心，伫保罗宣教的时间的顶面吼，诚做保罗非常大的支持，甲伊的喜乐吼。所以伊写批互腓立比的时阵，头到尾吼，有一字是不时出现的，就是欢喜，用欢喜就讲喜乐吼。特别是第4章第4节，保罗甲因讲：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保罗是受怪的时阵，也搁伫遐爱腓立比的会友吼，伫苦难的中间，又爱充满这款的欢喜。所以腓立比教会诚做保罗伫后来第2遍，后来去到更较西远的所在吼，去到哥林多，搁第3遍的传道吼，
最后保罗受拐伫罗马时阵，腓立比教会犹原一直真侪保罗非常大安慰甲支持。今日的主题讲政权，round table 本来就是伊的岛台湾人食岛以早是八仙桌48个人即嘛较爱用圆圆岛是无所谓大细位了大家拢平等特别是阮今日所读的经文，加入太初第3章内面所讲的，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超越男女都是性别，超越主人甲奴仆迄个阶级，嘛超越犹太人甲希腊人迄个种族今日世界上大的迄款的隔离不是来自迄个种族，特别犹太人看因家己是上帝选民，其他的人拢是外邦人。当然外邦人无要紧因看外邦人是讲地狱的柴火地狱的火，迄个柴通继续互地狱火伫遐倒的迄个来源。所以犹太人看外邦人是完全甲上帝救恩完全无关系。但是，甲太书第3章，阮头拄所读即段经文，互阮知影讲超越即款的种族，破犹太人讲伊是选民，别人拢甲上帝恩典无关系。即款的汉了久长的墙破了后，拢是伫耶稣基督贴内面。阶级台湾虽然是一个相对来讲是较平等的社会不过事实上，台湾犹原是充满一种的阶级好嘢甲双向悬甲阶级中间，迄款的阶级的隔离犹原存在伫社会中间。你去驶高速公路顶悬，你会看到有人是，譬如讲我撞我驶车的时阵，头前就一台，毋是保时是我从来毋捌看到足水驶足紧的一个跑车当然边仔嘛有重工仔车当然我驶的是真简单的都是 Toyota 伫高速公路内面，你真明显看到迄款好野双向的中间的隔离存在伫遐。台湾伫性别这方面是全亚洲的第1名这个是爱值得阮欢喜的一项代志可能阮久长拢毋知影讲，台湾的女权是非常的悬。伫世界来讲，排名若毋是17，有是16还是18是全亚洲第1名的女权的一个国家。所以整个台湾来讲，男女平权的迄个已经算讲非常的好，但是事实上我要问一个真简单的问题恁敢欢喜请恁的主任牧师是女的做恁的主任牧师？第二，我要问恁敢要选一个女的牧师做恁彰化中会议长？我来讲，假使阮中间有人参与伫总会内面，恁敢真正要选一个女的牧师来做总会议长？这是足实在的问题啦。假使真正有法度做到一个程度像我2000年我去瑞士开会的时阵规个大会主席、总干事是一个女性，毋仅是女性，佫是一个女长老。所以，阮互阮知影讲，原来性别迄款的隔离伫台湾社会已经算讲是非常的好，但是要甲亲像加拿大、亲像瑞士来比，犹原抑佫有一段要努力的迄个路程所以讲政权我著超越这一切了后，我著大家拢平等，像是真热心伫常务的中间就圆的岛虽然职务无共款嘛爱顺服，不过无所谓关系迄款的分别进一步来看到讲，
到底腓立比教会伊会建立留落什么款的典范吼，通互咱今仔日来学习吼。第一，这间教会真特别吼，甲保罗伫别个所在所建立的教会真无共款。第一，这间教会是用外邦人甲妇女做主的一间教会，因为这个社区无犹太人的会堂，所以有一个祈祷的所在吼。所以这祈祷的所在，拢是妇女伫遐祈祷，所以真特别了吼。表示这个社区犹太人真少，主要是所谓外邦人吼，无会堂。第初信的人，保罗就去到伊祈祷的所在，甲因传福音，当时都有人接受上时。即上特别的是古代吼，真难得的女性的企业家吼，就是路迪亚。伊毋仅是领袖，佮请保罗去到引导吼，像是保罗伫引导宣讲了后，圣经内面记载，因全家拢领袖汉领大恩典来洗礼。路迪亚圣经内面有记载，讲是卖紫色布匹吼，紫色的布吼。今仔日民主时代吼，你要穿啥物色吼，拢无关系。但是古代吼，假使你是做宰相吼，我要甲你害吼，上好的方法，什么方法你敢知？做黄色、黄色的黄袍吼，藏伫恁兜吼，佮还给补一个吼，佮伊派人去到恁兜查一个，讲哇，竟然你家有黄袍，意思就是讲你要谋逆吼，要抬皇帝的意思，色地吼，甲你的身份完全结连做伙。所以紫色的布本来就是古代真无简单的一种的颜料了吼，染了后叫做紫色布。佮这个布毋是一般的布，应该是非常的高级，因为普通的人无法度买袂着，普通人嘛袂使穿吼，所以是贵族王家伫遐使用的物件。所以做这款呢，遐尔重要，古代非常高贵的吼。用今仔日来讲，可能会使用泉州叶吼来讲就好了吼。买泉州，因我伫迄中间得到真大经济上的利益。路迪亚是这款的企业家吼，所以古代吼企业家是主要是拢男性伫遐经营。但是吼，将近2000年前吼，竟然腓立比出现一个，互咱感觉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女性的企业家。毋仅是伊是一个企业家，上时更较重要吼。伊甲因全家接受洗礼了后，要求保罗、西拉甲另外2个同伴吼，甲因讲：如果你们认为我是真心信主，请到我家里来住。现代中文原本讲，于是他坚决把我们留下吼。和合本的翻译讲，强留保罗甲伊同伴住伫因兜吼。有时圣经翻译吼，伊袂凊彩翻吼，都是讲非常坚决咯，表示讲你绝对袂使去别个所在吼，来住阮兜安尼吼。当然，这方面是表示伊的个性吼，真正企业家的气魄，第一方面。第二吼，伊讲话时阵嘛有教伊的艺术啦吼。佮假使恁认为我是真心信主，请恁来到阮兜吼。大，毋仅伫遐大，像是引导着真侪教会吼。第1世纪到第3世纪的当时的完全基督教教会吼，主要拢是家庭教会。讲，其实今仔日有拜堂的教会非常非常的少安尼啦吼。连伫罗马嘛无一个有拜堂的教会，所以当时的教会拢是家庭教会，所以路迪亚引导的，就伫引导真侪腓立比教会吼。所以路迪亚毋仅是接待保罗、西拉吼，应该讲佮加上2个吼，路加甲提摩太吼，开放引导真侪家庭教会吼。第2就是这间教会拄啊开始尔吼，主要是路迪亚引导甲遐妇女真侪上基本的生源了后吼，
因为保罗伫遐传道中间有一个讲，迄个女婢吼，富贵负心，佮逐日拢伫遐搅扰保罗。结果保罗就甲伊负心的鬼甲伊赶出去吼。了后，因为伊的主人无法度对即个女婢来得到利益，因为伊的主人吼，就台湾有一种讲法吼，养小鬼吼，饲细只鬼了后咧，你来阮兜，我甲你算命吼，我甲你算甲准安尼，你了当然准了后一定完全相信，了后咧就任意我摆，你就没有办法脱离我的摆脱。通过安尼。我就设真多的方法，上主要方法真简单啦，你来摕足多钱就对。所以，这个主人通过这个伊的女婢，趁真多钱吼。台湾有一个人身份真悬吼，政治的身份真悬，但是吼，伊捌伫2000年的时阵吼，走去香港。讲迄个人真厉害，真够算命，佫会晓甲人摸个骨头安尼吼，摸了就知讲啊，你有做总统的迄个可能性也无了吼。连台湾哦，这政治人物吼，条走去香港，但开足多钱，竟然单来为了一个目的了，要确定讲伊有做总统的骨头的记也无了吼。所以这款的算命的人吼。也是通过迄个鬼来得到利益的主人是古今如一啦，拢受伤吼。今仔日台湾嘛有类似即款的人，通过通灵吼来得到利益。结果保罗讲，迄个鬼赶走了后，主人就无法度得到利益了，因为安尼，伊就引起主人的报复了吼，报复，所以嘛就真侪人起来。发生暴动了，了后保罗甲西拉莫名其妙，互人拍了后咧，罗马遐军官嘛毋知影情形吼，就甲伊掠，佫拐伫迄个家业足深的所在，足黑暗的所在。照讲吼，我不是读圣经读到遐时阵，心内有一个真侪压榨啦吼。迄个阿仔就讲，假使我是保罗吼，我心内毋知会安怎想吼。我讲我来遮传福音，佮将一个人贵妇身人，迄贵个赶走也感谢我，结果无缘无故吼，竟然互人暴动的地方，互人拍，佮迄个罗马军官莫名其妙，佮甲我掠，佮甲我拐伫家业足暗的所在。我个人迄规暝拢掠啊！上帝啊！你既然拣选我做你的奴仆，竟然互我拄着即款莫名其妙的灾厄吼！不过真奇妙，保罗无亲像我受的吼，西拉嘛无亲像我受的，两个人互人拍当然真艰苦啊！可能这个帖渐渐提起了后，两个人竟然伫家业的内面吼，半暝伫遐唱歌。我讲黑牢夜半的歌声吼，真奇妙。毋仅是因家己已经通过恶路得到讨棒尔掉吼。圣经使徒行传内面记载讲吼，竟然因的锁链拢落落来，家的门帮拍开，意思拢是一种完全的讨棒带来遐尔大影响。当然后壁记载是迄个。管家业的人惊到要死吼，伊惊讲迄个家业内面走出去哦，伊来负真大责任，可能伊会互人判死刑。叫保罗甲伊讲，我拢伫遮，拢无走。后来通过安尼讲预主了吼，管家业的迄个罗马的人嘛，因为安尼来信主，所以即间教会真特别。一个开始是路迪亚甲遐妇女。第二个咧是遐富贵妇身的女婢，第三个是罗马一个小小的军官吼，伊管家业的吼。所以即间教会形成吼，有真奇妙吼，看出讲有社势力真强了吼。但是嘛，看出讲保罗西拉
无伫即款的遐尔大、迄款的无辜的迄款的苦痛的中间吼，就失去伊对上帝完全的信心，反倒吼表现出迄款个威武不屈、迄款的吞论吼，像是压过即个中间的逃恶路中间来得到逃亡。当然，结局都是上帝伫即个整个代志中间，上帝得胜了吼。了后，保罗就是离开腓立比教会吼。因为我甲保罗陪信诚久了吼，所以不是伫遐想讲，保罗，你即个时阵敢都爱走安尼吼，敢都爱离开哦。当然，圣经内面记载真明确讲吼，是罗马的另外一个较悬的军官吼，拜托保罗才离开的。既然是拜托吼，假使我是保罗，我嘛会使留落来。但是我后来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保罗你都爱离开？你留伫遐嘛无要紧啊吼。不过我一直思考定啊，得到无共款的结论吼，因为真侪参考册拢会甲你讲真侪无共款的理由。保罗唯一的理由吼，都是为了腓立比教会后来继续的发展。若毋是为了这个理由，伊无必要离开哦。因为罗马军官吼，保罗甲伊讲：你竟然无缘无故掠我这个生来嘛是罗马公民哦，竟然掠我两个人怪你加压吼。意思就是讲吼，保罗假使要甲伊告吼，这个罗马军官吼会拄着真大的迄个刑罚啦吼。所以保罗为着腓立比教会久长的发展吼，莫互即个军官歹做人吼，安尼好，伊就安踏了后，保罗就离开腓立比教会。等于讲腓立比教会伫丰富的中间吼，来建立的教会。过来即间教会，保罗虽然离开吼，但是即间教会一直毋是一段时间久长吼，连后来受管伫罗马。也阁继续支持保罗宣教的工作。腓立比教会实际上无大吼，所以我甲伊号一个名叫小而美吼。即间腓立比教会，但是即间教会非常有贴心，真用欢喜用讲金子吼，也是物质上的物件来支持保罗宣教的事工吼。伊为了尊敬保罗甲伊的同伴吼，相时毋是一时阵吼，长期支持保罗宣教的事工吼，一直到保罗离开。所以加州阮甲伊好一个叫做宣教的后盾吼，就是腓立比教会啊。所以保罗讲，对开始第一日到今嘛，你拢伫传福音工作上拢协助我、支持我吼。不过真趣味哦，一间足大间，像是真富裕的哥林多教会吼。保罗批信内面竟然写一句话安尼讲吼，我甲恁做伙的时阵，无论有啥物款的需要吼，我从来毋捌要求恁的帮衬。我需要一切拢是对马其顿来的兄弟供给我的吼。因为兄弟吼，这个都是古代批信吼，也是讲拢写兄弟吼。其实兄弟后壁应该讲兄弟要甲伊改掉啦。其实是对马其顿来的姊妹供给我的，这是事实的哈。不过古代无法度吼，拢用批信拢是，譬如讲保罗写批互罗马教会，拢嘛讲罗马兄弟吼。不过现代译本吼，已经修改，甲伊改做啥物？罗马兄弟姊妹安尼吼。所以像即间教会。久长支持保罗，细间哦，但是非常有贴心。哥林多教会咧，这个城市本来就真富裕，人才嘛真多，因为真多无共款的文书。但保罗甲因讲啊，我有需要时，毋免甲你讲用台湾话较粗鲁的话讲，我无甲你摕一角安尼啦。哇，这差别遐尔大。所以一间教会贴心吼，
得一间到大间、小间，人数侪少，温数有甲无，侪少吼，无必然的关系。反正是真正疼，就是安尼吼。保罗这个个性真特别吼，伊无凊彩接受任何人对伊的帮助，特别是物质上的帮助，独独接受一间教会，迄间教会毋是其他的吼，独独菲律宾教会。保罗建立真侪教会咯，但是拢无接受别间哦，独独一间，迄个都是菲律宾教会。所以伫遮互阮知影吼，一间教会讲有贴心。也是讲，伊的美善与否，不在伫伊的教师强甲弱吼，人数侪少，看伊的贴心是毋是真正安尼吼。上时我要伫这时阵要讲吼，菲律宾教会主要是妇女，今仔日全世界派宣教师上侪国家吼是美国。将近70%吼，个经费差不多75%是对美国出来。但美国的每年的因家己的宣教的车会、年会中间，因不是爱讲一句话啦吼 ：No woman, no mission 吼，无妇女都无宣教。有一遍我去韩国参观一间。伫韩国上大间的丢落教会吼，永乐长老教会吼，我去的时阵，迄阵差不多14-15万的会友尔吼，即阵毋尔啦吼。结果去参观的时阵，我看因的楼顶，亲像遐吼，咧楼顶后壁有一个世界地图吼，佫差不多46个迄个旗吼，我就问。迄个招待我的一个执事吼，讲为什么插迄个讲？迄个就是对阮即间教会派出去的宣教师，46位伫世界无共款的所在。我随时收到吼，因为台湾基督教会吼，嘛袂少吼。我的会友好野教会嘛袂少吼。但是台湾基督教会亲自车派出去的宣教师吼。费用是对台湾基督教会出的，实在是也阁是非常的少安尼啦吼。所以我当时真愕异啦吼，哇，46位对恁一间哦，毋是教派，一间教会派出去，我讲，因为费用是要安怎来啊？结果伊甲我讲，拄好是楼骹，毋是楼骹，应该是阮伫顶悬看落去，拄好是因的拜堂的所在。有因的妇女的祈祷会，伊就甲我讲，主要费用拢是遐个妇女所奉献的。我感觉佫较戆异吼，因为韩国也佫是一个父权真强的一个社会，妇女要安怎奉献，遐尔侪钱来支持宣教事工。结果迄个执事甲我讲哦，超过你想象哦。这妇女拢是小额奉献来支持。我讲要安怎小额奉献？伊讲真简单，安尼教会妇女因为厝的煮食拢是妈妈咧煮吼。讲阮遮妈妈是安尼啦吼。譬如讲一日的菜钱1000块来讲，台票1000块来讲吼，我小可扎一个吼，我要900块吼，其实吼无差啦。伊翁嘛看袂出来。佮因兜的囝儿嘛食甲欢喜甲，再100块吼，伊讲吼，对于这妇女来讲，伊做会到，无影响家庭规个生活。但是一个人100块，伊讲一礼拜我扎2日就好了，拜2、拜5吼，我甲食较少安尼吼，就200，一人200，伫整个教会内面吼。伊是15-16万的会友，像是超过一半是妇女，所以至少9万是妇女了。9万的妇女，一礼拜200块，安尼偌济？200乘以9万吼
偌济啊。所以因就用安尼小额无影响家庭生活中间，即款的奉献，加做即间教会，我著找派46个宣教士去到世界宣教真重要动力。所以即个嘛是菲律宾教老路汉尔水的典范啦吼。进一步我来看讲，讲整全的教会特质，当然就第一就是头拄讲的，就是贴心咯。贴心到底是安怎吼？我来讲台湾已经发生的代志，2003年，在座应该大部分的人也有真强的记忆了吼。迄阵我阁还去台南省医吼，2003年SARS吼，迄阵台湾受感染吼，677个，481个，特别是台北，当时台北市的和平医院吼，封院吼，封起来，内面人丢的无丢的拢袂使出去安尼吼。后来好佳在吼，有人真头壳真清楚了吼，就是马街北医的一个本来是小儿科的医生吼，黄医师，伊就出来讲袂使安尼做了吼，伊建议讲要有一个特别的一间病院吼，后来就是有一个人出面吼，就是松山军医院吼，都真侪。得到SARS种感染，全部集中伫迄个所在来伫遐治疗、伫遐管理。结果吼，人煞去遐上山归医吼，这人要安怎帮助因吼？所以毋茫讲有真侪护理人员也医生来加入吼。当然，黄医师服药了后，2个医私下吼已经先答应，后来就。伫迄个媒体内面讲，毋茫讲较侪人来投入吼，结果吼有一个人吼，都是吕桂元吼，伊是马街病院的，当时是副理长吼。我来看即个对正病的伊的相片啦吼，迄个就是吕桂元吼。当时伊当时无结婚吼，伊就家己第一个讲，我要去接受即个工作，伊无互伊妈妈知影。我人已经去到病院，那打电话互伊妈妈讲：“妈妈，即摆我来到上山军医吼病院呢。”结果即个就是伊的妈妈甲伊的对话吼，伊的妈妈听一个吼，当时全台湾惊到要死吼，竟然有一个家己的查某囝做副理长吼。竟然欢喜做即款代志，所以妈妈第一个回应讲：是毋是病院甲你逼的安尼吼？伊讲无，是我家己要去的。伊妈妈足受去讲迄句话，真正是讲迄句话吼。我哪会说出你遐尔戆的查某囝呢吼？嘿，会使理解吼。妈妈疼家己查某囝，不过吼，更较趣味的就是讲，伊竟然讲。更较重要下骹一段话吼，就讲因为吼，我是独身啊，要结，我是单身吼。假使我感染吼，我家己隔离就好啊。更较重要，伊个嘛加讲，其实我所知影，伫马街病院内面，嘛有袂少个人欢喜做遮个代志，但遮人有家庭，假使伊感染吼，会受到家庭的。中间受到真大影响，所以讲，我相信有较侪人欢喜来，但是我一个人吼，所以讲我的独身吼，诚做我上主要的理由，我都去参与遐尔重要工作。特别吼，有人甲伊问吼，讲你去吼，你去的所在。是全部拢是SARS的病人，你敢要去吼？伊就讲台湾发生遐尔大代志，需要人去做。伊佫强调一项，我是单身吼，所以讲因为我单身，所以准个互人互遐病毒感染吼，我家己隔离安尼就好。所以即个就是伫危机的中间。用实际行动来表
显出伊对人甲对台湾拄着危机的时阵迄款的疼。第二，我来讲真知识了吼。我不是听一句话讲 ，knowledge is power 吼，知识就是力量吼。这嘛是现代经济内面不是讲吼讲知识经济了吼。事实上，台湾细细人口哈尔捌吼，但是竟然我都伫世界有台湾家己真杰出的表现吼。其中有一项。台湾人真看重教育，互假日受政府的训练，所以台湾人的财物吼，甲受教育的比例吼，台湾受教育的比例是比美国更较悬。所以是因为安尼，所以台湾虽然土地无大，资源有限，但是有限我都伫世界来讲创造出差不多。第17也是18世界叫经济体了吼，原因伫对吼，看重财物了。嘛因为安尼，所以台湾我都伫迄款的汉尔大的条件的中间，互今仔日整体来讲吼，台湾人是享受世界第一的物件吼。总共毋是第一，嘛第二、第三。所以，这个是一个台湾人应该抓，这个叫做严格的一项代志。不过，保罗所讲的，毋是一般只财物吼，伊所讲的是啥物？讲属灵的财物，那对吼。特别是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10节内面讲，穿上新人吼，这新的人伫财物顶面渐渐活新，亲像创造伊的主的形象。所以，这个财物是包含一个这个属灵的财物哈，以人跟上帝做目的的一种的财物。所以，这个财物包含什么？对人的最深的深沉的理解哈，对上帝旨意的明白、超吹，像是我都顺探哈。过来当然是对上帝奥秘，都是对上帝对世间人的听这款奥秘甲真理迄款认捌，去真正的财物是安尼啦。他多安所读的有读河洛话，有读华语吼，个英文的无读吼。判断力吼，这是现代中译本的吼，迄英文内面讲 the depth of insight。大概 insight 是啥物吼？就洞察力啦，洞察力吼。所以讲洞察力的深度会愈来愈深的意思。其实洞察力本身吼，这字吼，都是我著分辨迄款的能力吼。简单讲吼，就是我用读的来互咱知影讲，任何状况的下面有真敏锐的道德感吼，有洞察力甲伊的技巧吼，我著正确分析、判断，做出真好的决定吼，像是采取正确的行动，那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判断力吼，都是安尼。也是讲一种的讲洞察力，是伫遮所讲的吼。洞察力实际上毋是出世就有的啦吼。圣性的活身吼，是一世人的持续，一世人的过程吼。所以，诚做基督徒吼，有一项是真，应该是诚做阮真通欢喜一项代志吼。就是我著一世人不断继续学习，深度愈来愈有深度，就是 the depth， 就是深度，我的 insight。我即款的洞察力是愈来愈有深度，相信我著看出头拄仔所讲吼，这一切。所以即款的判断力吼，是一世人伫遐追求的，像是顺服上帝引出中间所得到的。特别我爱伫即个所在来说明一项，久长以来吼，伫教会内面讲了无清楚一项代志，迄个是啥物吼？就是阮信主定头死了后，圣神就住伫阮的心内，叫圣灵的内住。
有诶基督徒认为讲圣神既然住伫我诶心内，这是嘛是我得到永远我诶一个记号，这是一种诶保证，这拢是正确诶。不过有一项物件，我感觉我伫教会内间讲了无清楚。圣神住伫我诶心内，但是我诶心思意念、心思意念无法去接受圣神伫阮心内感动甲活心这是真可惜，嘛是欠缺一项物件。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我讲一项就好，咱拢是台湾人，阮活伫台湾的文化内面，我讲足简单一句俗语就好，日头赤炎炎，后壁咧。虽然过性命，请问啊，这敢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啊？敢是？伊随时感觉，哎呦，假是无写对吼。俗语俗语讲了后，讲久了后，掠做是正确。特别有一句话佫较毒啦。人不自私，安那天诛地灭，佫较严重了看做自私是理所当然佫天诛地灭咧。安尼所以我自私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啥物？俗语、古代的文化内面所带来非常错误的影响。所以讲圣神的活心。都伫即个所在阮已经受这文化影响遐久啊，可能阮也未信主进前拢接受这个，嘛看作是对。但是圣神住伫阮的内面了后会互阮有一种真强的敏感度啦，敏感度。迄个敏感度互阮知影，哇，即句话本身有问题，但是有问题甲。了解了伊的错误，甲我就去改变这是一个活心的过程所以讲判断力嘛爱还即款的讲个 insight， 应该互伫圣神伫阮的内面活心，阮的即款的讲心思意念，阮真正讲有圣神的住伫阮的心内，详细活心了后，我就对台湾家己的文化。有家己的判断力，若无阮真可能变做啥物随波逐流。所以有诶时阵，阮基督徒感觉上艰苦一句话：你信主甲无信主嘛无差别咧，嘛无差偌济假使是安尼这是阮对阮基督徒做上帝家是上大侮辱。爱互即款侮辱，我都摕掉。唯一的办法就是，既然有圣神踮伫阮的内面，就要不时通过圣神的感动来活心阮的心思意念。了后咧，这希腊哲学家所讲的思想是行动之母了。活心阮的观念了后，你的行动都会无共款。若无有可能你心内可能已经改变了，但是你的行动咧。佫甲世间人无差别，安尼，阮食做上帝家己应该有诶阳光都未显现出来了所以伫即个所在，特别甲大家分享我感觉啦，因为我伫圣海教册较久嘛，帮助学生。不过我到伫教会内面即个部分，我讲了无够清楚啦第一个讲有未少诶会友。信主了后我保证我稳当我就等一日到上帝遐安尼，安尼真可惜了爱互上帝不断来活心，互阮活出来迄块有真正有基督的香味，那是做一个上帝家是应该有的正确的表现有一个大家可能嘛诚熟一个WWJD。What would Jesus do？ 这句话其实是一个运动，有人爱挂伫迄个手款内面。我故事的背后我无爱佫讲但是
即句话重点就是英文来，即句英文来讲，假使国句内面讲吼，现在发生伫我身上的事，或者是耶稣吼，发生伫耶稣的身上，伊会安怎做？真侪我破断的基础。What would Jesus do？ 假如不是用即句话来自我反省，也是自我伫遐憔悴，最后自我要求，安尼吼愈来愈会合耶稣基督创造咱吼应该有的形象，就愈来愈表现出来吼。这个原则互咱帮助阮做上好的判断了吼。真正的教会结果是啥物？互咱我着选择上好的耶稣基督来的时阵吼，我着纯洁吼，无通指正吼。我哋生活中间充满讲，照着耶稣基督，我着有诶讲公义也讲仁义诶规矩来荣光上帝。卡尔文上杰出诶神学诶部分，就是一切都是要独要荣光上帝。这嘛是阮长老教会吼，久长以来伫神学上吼，通诚做是阮通骄傲诶。不过吼，上大骄傲应该是安怎？互阮诶生活真正我着荣光上帝，现在是正讲会基督徒应该有诶形象，甲伊诶骄傲，同心来祈祷。全能主上帝，感谢你，你能通过过去侪你诶忠心诶罗幕，伫永福教会内面有侪非常水诶教导。嘛，听见永福教会欢喜帮赞离阮遮远远诶非洲诶乌干达诶教会。主啊，因诶贴心你拢知影，但主啊，阮犹原要伫你诶面前来恳求主你。我已经有做，但阮感觉无够热；我已经有贴心，但是犹原感觉欠缺。主啊，恳求主你加添阮够热诶气力，毋仅是贴阮诶厝边，嘛贴伫天比海角有需要的非洲的人，主啊，恳求主你继续引带永福教会，毋仅伫真理内面有较深沉的人物，伫因所有的活出来的形象内面，真正有耶稣基督的形象甲你的香味。我伫你面前献上我的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真多谢詹牧师的分享吼，这是咱来吟圣诗255首，圣会独一的地基，圣会独一的地基是主耶稣基督，对主真道来建立，设立永远天国，对天降临赎回伊，做主圣洁新娘，用火用听来买伊，替死伫地面上。咱吟第1节到第4节就好吼，第1节到第4节，请咱起立。请坐，这是咱三角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单来介绍甲报告。第一项，本主日台语堂，咱真欢喜邀请詹昌发牧师前来讲道。詹牧师是现任当时教会的牧师，嘛是前台南新学院的新约的教授。咱真欢喜，咱搁一遍用热烈的掌声来多谢詹牧师。第二项就是圣经学院吼，咱对今仔日开始57期的开课吼，咱主日礼拜煞了后，咱就上课的兄弟，咱就到各班来上课吼，佮基要真理班的兄弟，咱游园是咱的6楼的迄个小教室吼，佮基础读经班吼，踮迄个6楼的图书室吼，互咱知影吼，请咱礼拜三咱就直接到教室来上课吼。好，咱简单报告吼，其他的咱家己来看吼，然后啥物消息的吼，咱家己来注意吼。这是咱来吟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的疼每时刻，甲恁应同在。愿主阳光遍照你，用慈悲款待你。主圣神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代。吟诗煞，咱请詹牧师与咱祝祷，请起立。愿道者肉体耶稣基督的恩典，大慈悲天父上帝跳堂，甲圣神保惠师的引带扶持感动，甲你三甲得的，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电乐灭倒。